大家好啊！屬牛嘅朋友，2026年咧，整體咧都係處於一個上升嘅趨勢嘅。咁但係因為咧害太歲嘅影響咧，咁啊就容易遇到啲小人啊或者情緒方面波動嘅影響啦。咁但係咧呢個都當住你好嘅方面咧，會繼續變強嘅，繼續變好嘅。咁首先嚟睇下事業同埋工作方面啦，害太歲可能會導致咧同上司之間產生誤會啦，咁同同事之間嘅競爭咧會加劇嘅，咁亦都會帶來一啲咧，譬如話跨部門嘅一啲溝通上嘅問題啦。咁建議咧屬牛嘅朋友今年咧可以嘅話就盡量低調穩健咁樣去做事。咁你睇下財富方面啦，咁都建議咧屬牛嘅朋友今年咧就千祈唔好情緒化消費、情緒化購物，同埋咧唔好咁輕易借錢俾其他人啦。咁最重要喺投資方面咧一定要理性，千祈唔好衝動。咁喺感情方面咧，單身嘅朋友要留意咯，因為嚟嘅貴人咧係會介紹好桃花俾你嘅，咁要把握好機會啦。咁都要留意翻你身邊嘅貴人啦。咁分別係屬鼠嘅朋友啦、屬蛇嘅朋友啦，同埋屬雞嘅朋友嘅，要多啲留意啦。咁另外咧，有伴侶嘅朋友咧，又或者係結咗婚嘅朋友咧，要嘗試多啲溝通，即係同對方多啲溝通。遇到問題嘅時候咧，就更加要多啲溝通。咁樣咧，大吵小吵，咁好自然都會慢慢咁樣過去嘅。咁你睇下健康方面啦，咁害太歲咧係會對脾胃啦同埋情緒方面咧係帶嚟一定嘅影響嘅。建議咧有規律地去飲食，同埋咧充足嘅睡眠係可以減少呢兩方面嘅影響嘅。咁綜合各方面嘅分析咧，咁建議翻屬牛嘅朋友今年咧盡量保持低調。咁咧喺人際同埋情緒方面咧一定要拿捏得好。咁可以嘅話咧，抽多啲時間關懷下屋企人，陪多啲屋企人。咁最後咧都係均衡飲食同埋注意健康。祝你哋一切順利。